最近泡面广告走创意风，像是日本的日清泡面，强打旗下的狐狸豆皮乌龙面，还让女星吉冈里帆化身小狐狸模样。另外，台湾的泡面则是找网红合作，不但推嘻哈创作曲，还有拟人化的阿 Q 公仔。广告片段：人生总是卡卡，只想快长大，想打破成年的框框，从来没在怕。别人等放学，我等放假，只想待在房间赖床找方向。经典的泡面品牌推出全新广告，不只找来网红推嘻哈创作曲，就连形象也走向拟人化，让可爱的阿 Q 公仔当主角。广告片段，要不就 Q 一下，来点负能量不怕场面大；要不就 Q 一下，平头眯眯眼，一脸乐天笑容。阿 Q 公仔红到还有自己的 IG， 同样是卖泡面，走创意路线的，还有日清泡面的广告。广告片段：只要当你吃起冰味的狐狸豆皮，随时随地我都在你身边哦。你哪位啊？冰味小狐狸。找来月薪娇妻的男主角星野源以及女星吉冈里帆合体，要拍旗下招牌狐狸豆皮乌龙面，其中泡面拟人化，让男主角舍不得咬下碗里的炸豆皮。广告片段：请不要介意，请用。痛，这样叫我怎么吃？泡面广告抛开传统，挑战全新创意，将泡面拟人化，不只能博得观众好感，似乎也更贴近消费者的